让我向你述说主耶稣的宝贵，他是我忠心朋友，永不改变。让我向你述说他如何改造我，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孽，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，无朋友像主这样忍耐，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。主爱我何等大哉！当我陷在罪中时，主来寻找我，那时我心中充满失望痛苦。耶稣用慈爱大能膀臂扶助我，引导我走那永生公义道路。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，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，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。主爱我何等大哉！让我向你述说主耶稣的宝贵，他是我忠心朋友，永不改变。让我向你述说他如何改造我，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孽，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，无朋友像主这样忍耐，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